happy 吳永新作古仔 Facebook Messenger 記錄古仔一月巴人先騙財騙色，真係有一手。我哋私底下都覺得佢喺呢方面很厲害。由於啲人妻與佢發生感情關，就算日後有什麼事也難以啟齒，不敢出聲。這個騙子很喜歡用這招，粵巴人常用自己有10幾萬訂閱呃人，做什麼生意都很大商機，尤其是對有些錢的女人。因為粵巴人是破產人士，不可以掛名做股東，所以對女士來說，投資都係你上面商業登記，佢協助你共同發達。有幾個人位就係貪心，咁就中計了。粵巴人點樣在當生意上呃錢呢？首先，他在外面事先可以加大銀碼的貨源，任你可以加大銀碼的供應商，例如喺大陸買貨，這些貨到了粵巴人度，佢就會用比出面定價高好多，咁自然啲貨賣唔去，咁就正中下懷。跟住粵巴人就以大特價酬賓收現金，搞到啲數亂晒龍，無從查核，咁佢就可以過冷河攞水。這就是大粵也街合夥人笨的其中一種手法。大減價自然吸引好多新網友上去買貨，粵巴人又可以循環再在其中。下一個愚忠人妻網友，今晚古仔二，我是粵巴人的忠實粉絲，我追隨了他接近10年，在我們的圈子裏面的確流傳住他與人妻的故事。這位人妻是一位居住在沙田的家庭主婦，據說借了30多萬給粵巴人，當然背後還有一段情，這就不多說了。而且我們也知道不止一位人妻受騙，幾乎是公開的秘密。粵巴人亦對自己的情史感到驕傲。自從棍妹離開之後，我對粵巴人的所作所為感到非常失望，亦覺得以前盲目崇拜這個人非常愚蠢。近日更聽到他在節目中不停說自己不是黃絲，感到極度討厭。希望大家帶眼識人，不要盲目崇拜偶像。最後一題，你們所說的雞棚從來都不是用紙板人申請，是一位姓吳的小姐，她的底子比較乾淨，現在是由她出面的。古仔三文盲。好，作文先，晏啲再傾。粵巴人同沙田肥人妻的事，我們圈內粉絲個個都知。當年粵巴人還未離婚，有一次約了大家出來，粵巴人帶了妻子來吃飯，沙田肥人妻也在場。粵巴人找了一位男網友扮人妻的男朋友，兩女在場，很搞笑。粵巴人是故意向在場的粉絲炫耀，可以在2個女人當中周旋，好威猛。我們老粉絲有一個群組，粵巴人與沙田肥人妻經常都會喺群組度公開打情罵俏，說浪漫情操，話基本上唔怕俾我們知道呢啲 WhatsApp 留言，我是有傳底的，我是不怕粵巴人講大話，否認食人妻的。另外，還有一個女人，除了借錢給粵巴人之外，在工作上也會幫他打點一切，很多產品的買賣都由他打骰，像個老闆娘一樣。甚至乎公司要炒人的話，亦由他點名決定。另外，亦有一位女士斷斷續續借了接近100萬給予粵巴人，聽說用出糧